大家好，我係希蓮，新年快樂！咁好開心咧，我哋喺2026年咧1月嘅第一個震撼彈出現咗啦，就係咧 Recon 咧精油咧，居然咧係可以成為一個 Starter Kit 啦，去俾朋友去 join membership 啦，甚至咧呢個嘅 Recon 咧套裝咧仲送咗呢一支嘅 V6喎，咁呢一個 offer 咧係期間限定啦，由今日啦1月8號開始咧，為期2個星期，去到1月21號，咁亦都係咧Young Living 首次推出嘅一個優惠俾大家啦。因為第一次推出啊嘛，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同大家講解下到底呢一套精油係乜嘢嚟啦，佢嘅用法係點啦，以至令到大家咧都可以用起嚟咧得心應手啦，亦都可以咧介紹俾一啲咧你身邊覺得佢有需要可以用下嘅朋友仔嘅喎。咁首先咧，Recon 咧精油咧，其實係一套咧專為小朋友成長而設嘅一套油啦。咁就係幫助小朋友咧嘅身心同埋腦部發展嘅喎。咁 Recon 咧就 total 有4支精油啦。咁佢就係幫助咧我哋係顧名思義啊，重新連結咧我哋腦部嘅成長嘅一個設計。咁就可以咧幫助我哋提升腦部啦，同埋語言發展，仲有我哋嘅理解力啦，同埋小朋友嘅一啲專注力同埋情緒咧都會有一個支援喺度嘅喎。咁首先 Recon 咧呢支精油咧，佢就係幫助咧我哋一啲可能係未完全連接好嘅一個神經末梢咧，再去重新連通啦，咁令到咧我哋可以提升小朋友嘅手眼協調啦、理解能力同埋專注力。咁當然啦，精油咧只係輔助嚟嘅啫，其實仲好需要咧家長嘅正面態度啦，同埋用心去指引嘅。咁喺精油上咧用法咧就係早晚各2滴啦。咁首先就滴2滴精油喺左邊手心啦。咁我哋做咗開油嘅動作之後咧，就可以咧將我哋嘅油啦，由左邊嘅太陽穴打圈啦，再滑到去咧右邊嘅太陽穴打圈。咁剩低嘅精油咧，仲可以搽埋喺個頸嗰度用嘅。咁第2支精油咧就叫 InTouch，咁其實身心咧係唔可以分離嘅。小朋友咧需要理解自身嘅感受啦，而唔係盲目咁跟從咧大人俾佢嘅一啲諗法。咁呢個精油咧其實就可以幫助咧我哋去安撫小朋友嘅心靈啦，幫助佢哋咧釋放自己嘅情緒。咁呢個嘅使用方法咧就係早晚各1滴，然後咧就搽喺我哋兩邊嘅耳背嗰度。咁第3支精油咧就係 Sleepygize。咁 Sleepygize 咧就顧名思義咧，佢係幫助咧我哋睡眠嘅。咁優質嘅睡眠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大腦啦神經網絡嘅重塑。呢一款嘅複方精油咧可以幫助咧小朋友改善佢哋嘅睡眠質素啦。咁喺睡眠中咧，其實大腦咧係會做一個重整啦、歸納啦，同埋分類咧日間學習嘅資料，咁所以咧我哋瞓得好咧，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嘅學習能力嘅喎。咁我哋嘅使用方法咧就係臨瞓之前搽1滴喺我哋嘅腳底啦，同埋頸背嘅位置嘅。最後一支啦就係 Genius 啦。咁 Genius 呢支精油咧其實係 Brain Power 嘅兒童版啦。咁佢性質咧係好溫和嘅，佢嘅氣味咧係可以幫助咧我哋大腦咧一個學習嘅能力啦。咁小朋友嘅學習咧就唔單單限於學業嘅喎，其實每一個嘅情景啦、日常生活每一個經歷咧，對小朋友嚟講咧都係一個學習，咁可以咧幫助咧佢哋發揮到咧自己嘅潛能啦，去解決面前咧不同嘅問題。咁使用嘅方法咧就係每晚咧搽1滴咧喺我哋嘅太陽穴嗰度啦。咁以上咧就係4支精油嘅使用方法啦，希望咧可以好簡單地咧俾大家了解到呢套精油點用啦，最驚唔識用啦。咁而且咧呢套精油只有4支油啦，咁搽起上嚟咧，其實我諗最快即係2分鐘就可以做完噶啦。趁搽油嘅時候咧，spend time 咗一個親子嘅時間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嚟嘅。咁唔好唔記得啦，仲有呢一支嘅 V6 係額外送嘅，咁就可以咧用嚟做一個 massage 又得啦，可以用嚟做一個稀釋作用亦都得嘅喎。咁希望今日嘅分享咧可以幫到大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thank you，拜拜。